赛亚书第8章，用以赛亚的囝做记号。上主对我讲：你摕一块大地方，用同样的字写马形尼、沙拉列、哈斯巴斯。我要用可靠的见证人，就是祭司乌利亚甲亚比利家的囝撒加利亚为我作证。我甲我的负责人女先知同房，伊就怀孕生一个查甫囝。上主甲我讲，甲伊号名叫做马形尼、沙拉列、哈斯巴斯，因为囡仔袂晓叫阿爸阿母以前，大马士革的财富甲撒玛利亚得到的战利品，拢会互亚述王抢去。亚述王得要来啦！上主阁对我讲，既然这个子民拒绝西罗亚慢慢流的水，颠倒去巴结利信王甲比加王，所以你的主要带亚述王甲伊凶猛的大军，亲像幼发拉底河强猛的水冲过河沟，满过河岸，流入犹大，淹到暗滚，造成泛滥。以马内利，上帝甲咱同在，伊的膝天开，看满规片土地。列国的人民啊，做恁联合结作队，恁会绝对受毁灭。对遥远的所在来的，着注意听。做恁避战，恁会绝对受毁灭；做恁避战，恁会绝对受毁灭；做恁去计划，一定拢无采工；做恁去想计策，一定袂成功。因为上帝甲阮同在，上主警告先知，上主用大气力的手牵我，警告我毋通缀即个人民的骹步行。伊讲，即个人民得讲的阴谋，恁毋通缀得讲；因得惊的，恁毋免惊，嘛毋免忍。恁着尊重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做圣，我则是恁所得敬畏着带的。我会成做圣所，嘛会做互以色列两国跋倒的石，塌崖的大地石，做耶路撒冷居民的活斗甲落网。真侪人会伫迄顶面踏着、跋倒、受伤，因为互人摸着、掠着。禁止求问死人，恁着甲律法的册卷起来，伫我学生的中间，甲教师放起来。我要听候上主，伊越头无看过雅各的后代，毋过我要仰望伊。看咧，我甲上主赏赐互我的囝儿，拢是伊互以色列的条头甲记号。上主是踮伫锡安山的上主，万军的统帅。若有人甲恁讲，恁着去问看亡的甲动机倒头，因叽叽啾啾，用人听无的话念东念西。人民减袂用伫求问因的生命，还是替活人去问死去的人，袂用伫，着轻视律法甲教师。遐讲话无照律法甲教示的人，因袂当看到天光。患难的时阵，人会伫逐所在流浪、艰苦、夭餓。因无通食的时会起受气，咒诅因的王甲因的上帝。因举头看天，暗落看地，只有看到艰苦、黑暗、苦闷，阁受赶入去黑黑暗暗内面。